面对巧克力社会，议员郑志杰嘛感受今年中央节活动的热烈程度，别输万圣节甲圣诞节。伫中义顺借此凸显台南老化的程度，嘛进一步表示，虽然今年市府加码300块的敬老礼金达到1300块，明年阁要提高到1500块。不过议员希望市府思考的是，长辈除了礼金以外，真正的需求。包括伫交通利便、休闲运动、医疗照护等等，甲市长交换意见。长者需要的不只是福利而是要从我们银发族的需求来做出发领长奖金增加1000元，老人福利卡每年增加500元，可以使用3铁，还有重阳节的加码但是我想要知道，关于这个长者真正需要的。你除了这个敬老金的加码以外呢，你觉得他们还需要什么？再来，我愿意虚心检讨，也拜托议员您也适时的给我们帮助，提点我们。议员设定老人福利议题，嘛进一步检讨台南的敬老卡，因为目前只有交通补助甲运动中心的优待，所以希望市府依照老人需求，特别是参考台北等县市的敬老卡，加入多功能的服务，以及升级有点数的功能。小黄公车还有公车让他搭免费的，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源，他才可以充分的利用啊。如果你提供的资源，但是你的选择只有这么1-2项，那他不去使用，那你发这个敬老卡等于白发，这个叫浪费。如果呢，你把它规划成多一点的选项，可以让他去使用。有的人他不坐公车也不坐捷运，但是他喜欢去游泳，喜欢去运动，喜欢去健身房，喜欢去公园，喜欢去有时候他可能身体比较不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就医，那他都可以去使用，那这个敬老卡才可以发挥真正的功能。承诺议员就是说我愿意去思考，是不是把这个敬老来，我跟你说，你如果今天你把敬老人。面对巧克力化，现在长辈对着家己福利服务的意识甲争取权益嘛愈来愈悬，所以希望市府加强来搭建长辈需求。台南新闻管制张素维采访报道。